各位线顶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做工仔人拍客数档。真无简单，咱这第三出有赶伫时间内顺利制作完成，下晡咱即马再次和各位朋友伫空中相会。安怎讲？时间毋是按真量，哪会阁变做伫赶马车啊？我着拢伫拍电动啊！阁讲镜头，你真正死袂变的你。唉，即边无共款啊！我着工课上拄着真大的打击，无路消透，人煞变甲真懒死，怎啊咪去电动来逃避现实啊？有影？呾你是有要紧无？敢要讲出来，咱参详看觅咧。有诶代志，凡说是互伊点点仔留伫黑暗面就好，莫讲也罢。总是我后来工课嘛有赶出来，算阁交代会过。看你平常时啊，拢安尼小小落落，无疑误你嘛会有心思。我嘛是正常诶人类好无？你敢是甲我当做别种生物？好啦，有一个话讲到遮，莫阁互听众等。OK，请走音乐。等下我请你啉咖啡，你才豆豆仔讲互我知。不如啉烧酒。行讲。时间得过真紧，目一年，阿龙已经大济。毋过，甲一般诶囡仔较无相像诶是，阿龙咧大真紧，才大济尔，已经像3岁囡仔遐大汉。阿公仔了伊迄粒桃仔是仙桃，自迄天食迄粒桃仔了后，精气神饱甜，骹手嘛加真溜掠。阿婆仔风湿酸痛带10外冬，嘛自食着桃仔了，就毋捌听伊哀过。人讲7岁8白，9月发9牙。咱阿龙4个月伫受难诶时，就已经会晓走，拢无照俗语伫行。凡说拢是迄粒桃仔诶应效。阿龙甲所有诶3岁囡仔拢共款。真活泼，逐工伫厝里四界撞。老公婆看伊哭哭撞，惊伊着伤，要辱是定咧辱袂赴。阿龙介巧，学啥拢教1-2遍啊，就会。阿公仔想讲，这囡仔遐巧，规工伫厝噗噗跳，嘛毋是头路，不如甲送去镇上遐学写字。捌字总是无败害，装年无几户人家，自然嘛无学堂。毋过镇上是学堂先生退休，若有囡仔要捌字，拢会去拜托伊教。即天早顿食饱，阿公仔甲阿龙带咧，就为镇上遐去。路呢，甲阿龙讲。等下带你去先生遐学写字，你着爱乖，爱听先生的话哦。阿龙听到会当学新的物件，欢喜甲喙笑目笑应好。无偌久，就到镇上遐。阿公仔甲代志讲互镇上知，两个人讲定会好势，就甲阿龙留伫镇上因兜。家己去做田年诶工课，安尼逐工无歇，一直到第4天，伫食早顿诶时，阿公甲阿龙问讲：学了啥款？有趣味无？阿龙煞应讲：迄白话字足简单，会晓讲就会晓写。我已经拢会晓啊，今日我是要去别位佚佗。阿公惊一条，心内想讲：哪会遐紧就去互牵手去？佮想，既然都捌字啊，镇上遐有介济册，无
甲带去遐读册嘛袂歹，互阿龙啊加减仔捌寡道理。就甲阿龙讲，安尼咱今仔日莫学写字，咱去先生遐看册，看册足深色，册内底有足侪好耍的故事呢。阿龙听到心色好耍，共款花头喜面印好，两个人食饱，照常为镇上遐去。自安呢，去读册变做阿龙逐日固定的代志。阿龙4岁迄年，厝里来一个查甫人，是阿公仔的朋友，甲人订单小拍受重伤，知影阿公仔捌寡草药仔会晓治伤，专工来找。伊人真细致，本底药仔摕咧就要走。阿公仔甲讲：你伤到遐尔重，要安怎走？咱这啥物交情啊？加一副碗箸尔，伤治好才走啦。甲伊留。后来伊伫厝里住要几个月，号做真啊。即个真啊，拄来的时爱食饭、食药啊，才会看到。其他的时间，拢伫人客房倒咧休困。差不多经过2礼拜了后，人才较有元气。有时会去门口埕练刀，讲是练刀，嘛是举叉机咧比一个势尔，无真正动气力。讲是加减仔振动，人会较紧好。阿龙看到心色，嘛举叉机伫真啊边仔对咧比。真啊看阿龙鼓水，就互伊对伫边仔咧学。安尼几工了后，反正是真啊看阿龙舞甲办势袂歹，煞开始会甲伊加减仔点拄。过过差不多2礼拜，真啊人好甲完全，摕一支木刀，甲阿龙叫去门口埕。龙啊，你斟酌看，这是我的刀，刀爱安尼舞。刷落来，真啊豆豆仔甲伊的刀法演一遍互阿龙看。舞煞，佮讲：咱两个有缘，我的刀法你会当记偌济算偌济。这支木刀是我这几日仔写的，留互你做纪念。刀爱逐日练，时间长短无要紧，练久你就会有体会。刷落来，甲老公婆行礼，说多谢，人就要离开。阿龙毋甘，甲真啊衫举扭咧，毋好走。真啊伸手，甲阿龙头壳搔搔咧。龙啊，乖，这下有要紧的代志爱处理，我若处理好势，才来找你。真啊讲煞。人就去行，真啊拄行一块仔路，阿龙已经目屎流目屎滴，忍袂牢，对真啊大声话：对啊，你一定爱过来哦。真啊听到，越头对阿龙笑一个，无搁讲啥，人就继续行去。迄暝阿婆仔打真久。阿龙才困去，梦呢啊，搁一冬，阿龙已经5岁，汉草已经甲大人差不多。读册、练刀以外的时间，就甲老公婆仔斗做寡工课。阿龙残年膝头行行下，抾茶洗衫无问题，有闲钓鱼掠水鸡，落鼎红烧。做面配，因两个翁仔某嘛渐渐较轻盈，3个人欢喜自在好过日。伫这驛贴的庄脚所在，若要知影别位的消息，定定
拢是靠一寡四界走动的生理人在流通，有时是化玲珑的，有时是来钓美娘的，嘛有拍拳头卖药仔的，戏班仔、走江湖的艺人，不三时会来装年，加减仔做寡生理。做生理的时，喙嘛无咧用，甲家己世界行大听到的消息，参挂家己的意见，讲互趣味、笑亏，也是喊鼓喊鼓，互人听到心息有趣味，声人留落来听，嘛较有机会加做寡生理。若甲因想做装卡的新闻放送头，嘛真斗大。毋过，这新闻拢有掺一寡因家己的意见，这含俗语在讲的假话会假，有了啊歪意。拄好有一日，化玲珑的来到庄园做生理。花玲珑，80岁。花玲珑，80岁。阿龙听到化玲珑的来，手头无啥要紧的工课怎办咧？紧走去看。这化玲珑的车一车生活杂货，甲一寡都市较时行的新烟货色，来到庄园做买卖。买卖哪做哪讲古。今仔日讲到出港岛往南搁去的迄粒岛，来两个大歹人，有够恶质。抢人的钱，烧人的厝，人若要反抗，就甲人拍甲半烧死，叫大家都爱做因的奴才，照时间爱纳钱粮，无就搁要继续糟蹋，伫遐咧做土霸王。岛上的人，大家惊因惊甲要死，敢反抗的已经拢互拍甲叫毋敢，人人腰肌失顿，消散落肉。有厝无人住，有路无人行。阿龙心肝好，伫镇上遐读册，嘛捌真济道理，知影人着互相斗相共，袂使无理共徛，何况是安尼在压迫百姓，这敢有道理？敢有人性？听着华玲珑的安尼讲，伊人真受气，气甲规身躯在准。气甲喙齿强要咬断去，规个面仔红光光，有气无当透。这天骹下竟然有遐傲慢的人，赶紧问生理人：你讲的敢有真实？因讲确实是安尼。听到生理人安尼讲，阿龙气甲爬起来跳，嘴嚷。可恶！可恶啊！人活的就为厝行去。可恶，可恶啊！你是搁咧想去倒一出，还是你咧学阿龙的代事？啊，毋管啊，我真就是要去虾米输赢啦。你拄则毋是讲拢要放互去啊？真哪会搁要反晓？煞煞去啦！啊，毋是讲家己酒量介好，你嘛无两罐就醉甲安尼？你乳母代志愈袂收煞啦。讲拢人情义理，做拢伤天害理，伊第一名的啦。唉，莫安尼啦！你搁继续甲迄起会搭，嘛是加艰苦的尔。我无醉，我无醉，无醉，请你毋免同情我。当水搁开始唱歌，我嘛知影放互去上好，毋过就是较安怎想，拢毋甘愿。听人的劝啦，好无？人听众拢搁伫空中咧听呢。已经开始放送啊！你毋早讲，害我漏气。唉，我有讲啊，是你拢无在听。
好啊，较精神咧，咱要收尾啊。好啦，真欢喜各位听众支持，收听到上尾，阁互恁听到阮的唠气唠达，实在真歹势。过来我要讲啥？哎，我讲得好，咱这第3出，毋知各位观众听得有介意无？若有介意，阮后礼拜节目同款精彩，请各位继续来收听斗捧场哦。罗力，多谢，咱后礼拜空中再相会，爱你喏。